有经过解释的话，你就会认为说啊，原来好像是画的，其实不是，是用粘土这样一块一块拼出来。乍眼看的话，你会以为是画的。软陶土制作的缩小版蓝山上，桐花、牡丹花不同花样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大金山，结合了捏面和陶土的艺术。要先把一些花的那个图形先想出来，先做出来，先组合出来。创作里需要突破的勇气。钟丽英最初为了贴补家计，想多一技之长学捏面人，可是软土在指尖下可没这么听话。同学笑她反应慢，领悟力差。那时候我们是在眷村里面，然后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我的领悟力是比人家还要弱，但是我很努力，我勤能补拙。钟丽英说：“情记笔记，反复地做，不断地充实自己。她有龟兔赛跑的精神。后来开班授课时，也被嘲讽麻雀想变凤凰。她更懂得学习障碍在哪里，将心比心去传承。然后直到得奖，还有出书，然后呢，还有受到国家的肯定，邀请到国外去，然后就这样子以后，就几乎整个就改变了，改观这样子。”一直没有放弃，也终于成为知名的捏面陶土艺术家。观光局邀他去东南亚国家授课。钟丽英把桐花意象融入女性随身装扮的商品，还有与客结缘的创作概念，也成为地方首长馈赠嘉宾的伴手礼。所以就是这个系列，招得送你，等会给点路啊，可以送人很好的伴手礼。有热情，愿意坚持，一定会做出成绩。钟丽英常用自己的经历鼓舞别人，也希望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客家意象在作品当中还能有多么创意的表现？钟丽英老师不断的发想，她也希望让客家风走出台湾，扬名海外。招得送你，等候给点路。招得送你，等候给点路。